再来是民众党的前立委蔡碧如，伊则讲要甲黄国昌好好来沟通讲一下，才决定是不是要来选党主席。但是也未等到两个人通电话，今仔日补选开放登记的第一天，黄国昌就宣布要来参选到党主席。黄国昌讲要互郭文体主席倒来的时阵，为这个团队感觉骄傲。 我还在静静的等待，点点伫咧等等，不过外界险化一派，民众党党主席补选登记开始，黄国昌敢会投入选战？我在适当的时候会做我自己决定的宣布。当时才适当，下晝8點半記者會看起來厭世，不過到下晝10點，黃國昌伫咧個人面冊拋出1000字，上重要的就是第二抓，家己決定投入黨主席補選。佢講要等國民黨黨內為這個團隊感覺驕傲，不過看起來要殺一村，劉新派蔡壁如真實講則講，要和黃國昌講一個，才決定講要參選黨主席。兩人尾啊，敢有聯絡？蔡壁如跟他講有聯絡管道。你們就是沒有聯繫上嗎？管道不太通，没有，一定会有联系的管道，沟通没问题啦。我走到党部去不就好了没？哦，是不是？调度3秒时间，未输过3世纪这尔久。蔡壁如强调，家己无定着爱选，沟通好势，对全力支持黄国昌。壁如姐，你自己有机会出来选战的话，现在这个党主席就会退让，对不对？各种事情都有可能。讲反势嘛是有可能，和大家继续笑落去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